有风声讲，总统蔡英文后礼拜会特赦前总统陈水扁，有可能是采用免刑但是有罪的方式。陈水扁已经予人判有罪的龙潭土地四大案，可能是特赦范围，但是其他还未判决的案件，可能就无包含在内。总统蔡英文在到屏东德州树村三山公庙参香祈福，在地民众热烈欢迎，因为传出蔡总统甲准总统赖清德达成共识，会伫后礼拜发布特赦令，特赦前总统陈水扁。也毋过总统府阁表示，现阶段立场有望希望确保前总统得到妥善的健康照顾，和依照相关法律规范办理。这个决定我们没有特别的意见。陈前总统这个事情是社会大众关注的事情，我们是希望说多了解一些目前的状况。马总统这一次他要行使特赦的权利，他行使的标准、行使的理由跟行使的对象，负责任的跟台湾社会做说。虽然我没有听闻相关细节，但若属实，我尊重蔡总统的职权，希望能化解扁案长期以来的政治对立。网友告陈水扁的社群平台用户，也毋过陈水扁回复留言讲，拢毋知影，也表态政治案件都是政治解决，留互人想的空间，因为传出可能免刑无免罪，有希望特赦的包括合并执行判刑20年的龙潭美地8案等4案，另外像前任总统府公文案等4案也未审结，无伫特赦范围，外界也关注确定破决宣告所没收的犯罪所得8亿外新台票，包括税属金和1千万美金，感谢还好陈水扁。前面的没收那个应该是合理而且正当，因为当时刑还在。那现在特赦免刑的话，那应该是向后去发生效力，所以我觉得前面的没收可能就不需要再去返还。立法院司法委员会调会高宗宪排定15邀请司法院法务部等相关单位，针对总统刑事特赦了后，即案无没收的不法所得，甲庭审无定案案件的处理专题报告个备询。我力抗新任总统就职进前，蔡总统敢是会特赦陈水扁，外界高度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